行政院客委会将从明天开始展开5天的全球文化会议。的三重唱以声乐唱出了客家山歌。年轻学子也很厉害，以大提琴和黑管等管弦乐器演奏出动人的客家山歌。优美的旋律配上文化研讨会，让今年的全球客家会议很有看头。探討客家人在面對全球化、差異化嘅時節，怎樣嚟貢獻客家嘅咁樣嘅在多年嘅價值觀裏邊，嚟貢獻客家嘅sinh力。13到17號一連5天的會議將在台北展開，全球客家人齊聚一堂，凝聚共識，重現客家生命力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曉清台北報道。南投县客家协会有60多个会员，每个星期六晚上总会拨空参加客家歌谣合唱团的练习。尽管天色暗了，但是草屯国中的音乐教室还是传来一阵阵优美的歌声。来自各行各业的客家协会会员，大家牺牲假日休息时间来这里练习，有些学员甚至带着孩子来参加，目的是希望透过歌谣让下一代学会客家母语。就读高2的谢慧仪有一半的客家血统，她说平常在家里不常说客家话，但是跟着妈妈参加合唱团后，她优美的歌喉却意外的被发掘。会有用母语在对话？这个就比较没有啊，因为我爸爸其实是闽南人呐，所以呢我们都有吧。可是呢我比较少接触啊。其实我是觉得客家歌很好听，所以我才唱客家歌的。南投县虽然有不少客家族群的聚落，但是客家话使用并不普遍。协会希望透过歌谣的教唱，让下一代更亲近客家母语。民视新闻李坤熙南投报道。苗栗泰安有温泉乡之称，近年来温泉饭店纷纷出现，成为客家观光产业之一。温泉吗？想起个温泉 SPA 吗？这儿有3种不一样的温泉形式供你选择，不论是德国式还是巴厘岛式，泡温泉的心情却写在游客的脸上。苗栗泰安有温泉乡之称，5色5味的水质是这儿最大的特色。因为它属于碳酸氢钠泉，pH 值到8到8.5左右，所以非常的滑腻，所以预约的逛逛都美人汤。天然资源再加上周休2日，温泉观光早已成为苗栗客家庄的产业之一。經過咁多年來，客家人用刻苦耐勞的精神，加入日本的方式同德國的設施，也發展到伊個當好為伊個溫泉的設施。喺苗栗地區來講，也講桃園、新竹苗栗地區來講，最好嘅伊個客家休閒的地方。露天温泉，4周美景，和3、5好友一塊聊聊天。游客們說，温泉休閒舒暢全身，憂愁煩惱通通都不見了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曉清苗栗報道。